现代台语版圣经哀歌第2章。哎呀，上主竟然发大受气，互锡安见笑。伊将以色列的荣华对天迄落地。伫伊受气的日，连家己的脚点圣殿，伊嘛无顾念。上主毁灭雅各农种的草埔，一屑仔都无怜悯。伊发大受气，拆毁犹大的堡垒，互犹大甲伊的领袖彻底受凌辱。伊发大受气，消灭以色列所有的气力。对你来的时，伊毋伸手保护。伊亲像火焰吞灭雅各，将伊所有的拢烧毁。伊亲像对敌向我开弓，亲像敌人用箭射我。伊将阮勇壮的少年人拢杀死。伊的大受气发出，亲像火烧毁锡安的布边。上主亲像对敌毁灭以色列，伊拆毁以色列的宫殿，互堡垒荒废。伊加添犹大人民的悲伤甲哀哭。伊毁坏伊家己徛起的所在，亲像毁坏园仔。伊拆毁圣殿。上主互锡安的人袂记得做期甲安息日。伊伫大受气中气杀君王甲祭司。上主放弃家己的祭坛，放杀伊的圣所。伊将宫殿的围墙交互对敌，出在因拆毁。因伫上主的殿内大声宣喊，亲像在过节。上主决定要拆毁锡安的城墙，伊求准钱要破坏，伊的手无搁收回。伊互城楼甲城墙挨哭，做伙倒坏。锡安的城门已经待伫土里。上主讲断城门的门串，君王甲领袖拢受放逐去列国。锡安无人讲解律法，先知无搁对上主得到异象。锡安的长老坐伫涂骹，恬恬无出声。因也涂刷粉染头壳，身躯穿麻衫。耶路撒冷的少女头犁犁，担到涂骹。我的目睭因为流目屎失明，我的肠仔搅假，我的五脏烧痒，我的同胞受糟灭，囡仔甲婴仔昏倒伫城内的广场，因亲像受伤的战士，昏倒伫广场，伫老母的胸前慢慢断气。因问老母讲：有啥物通食无？有啥物通啉无？耶路撒冷，我会当替你讲啥物？我会当用啥物比评你？锡安，我通用啥物甲你比较来安慰你？你的空喙亲像海，遐尼大，啥人会当甲你医治？你的先知看见的是无影只骗人的异象。因毋捌指出你的罪，互你悔改，毋免受掠。因传互你的是虚假，行迷路的密示。所有的过路人拢拍扑仔，害头踢笑耶路撒冷，讲：这敢是人伫讲迄个十全十美的城？这敢是全世界的人拢伫学讨的城？
所有诶对敌拢甲你翕相，因铁笑你家己切齿讲：阮已经将伊吞灭啊！阮就是伫听候即日，等阮亲眼看着啊！上主已经完成伊诶计划，实现伊早前定着诶警告，伊拆毁一撮仔都无留情。伊互对敌对你夸口，互因耀武扬威，着对心底求救主耶路撒冷诶城墙啊！愿你诶目屎亲像江河直直流，绵日无停。愿你诶目睭流目屎无休困，着伫逐暗换更诶时起来求救，向上主吐露你诶心声，亲像饼水。着举双手为着恁诶囡仔诶性命祈祷，因伫过路枵甲得要死去。上主求你看，看你减捌安尼甲人责罚过。妇人人减通食家己所生所养饲诶婴仔，祭司甲先知哪通伫上主诶圣殿受杀害？少年人甲老人拢倒伫街路，少女甲青年人拢死伫刀下。你伫受气诶日，甲因杀死，一撮仔都无留情。你对失面吊一我诶对敌，亲像叫人来过节。伫上主受气诶日，无人会当逃脱，会当保存性命。对敌杀死我所有养育诶儿女。